經警方初步嘅調查顯示，疑犯係一名31歲嘅中國籍男子，職業為一個餐廳老闆。近期佢因為生意嘅經營壓力而引起情緒問題。警方喺現場沒有執獲任何嘅遺書。根據現場嘅閉路電視同埋與女事主嘅初步調查之後，相信兩人係案發時因為生意嘅問題發生爭執，期間疑犯嘅情緒激動，喺單位內嘅廚房取出一把水果刀，受害人立即上前制止，雙方糾纏期間就割傷呢個女事主嘅手部位置。女事主喺成功奪去呢一個水果刀之後呢，男疑犯就隨即將自己反鎖喺睡房之內，並在受害人離開單位嘅時候報警，同埋用打火機點燃睡房內嘅床褥，之後由單位墮下。案件現列為傷人、縱火同埋企圖自殺，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12隊跟進，而疑犯嘅犯案動機仍在調查當中。